审判院去年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，将这案予宪法法庭裁定违反宪法。不过其中有3个大法官认为讲，即马大法官的人数无够，根本就无审判权，所以这项判决是无效的。 停超过48天，宪法法庭19下晡头一摆复活，做出114年宪判例第1号，对国民党甲民众党2024年底斗阵来修正宪法诉讼法，因为该修法内底关于大法官开会甲判决人数的标准定啊相关，相关条文立法程序明显重大缺失，违背中华民国宪法、正当立法程序，而且违反权力分立原则，当触犯宪法，即日起失效。 有鉴于缺额大法官的继任人选何时产生是难以预期，在这个极端例外而且不得已的情况，将拒绝评议的3位大法官由现有总额中扣除。 这个判决是5名大法官署名公布的，因为另外3名大法官蔡宗珍、杨惠钦加朱富美，虽发出公开的法律意见书，无同意这个判决。意见书强调，修正生效的宪诉法明文规定，宪法法庭这项判决必须大法官至少10人，因为这阵在任的大法官只有8个人，依法无从成立宪法法庭。就算是依照这个之前的宪诉法的规定，8位大法官当中2/3出席。 也就是要有6位大法官的参与评议，这5位大法官所做成的宪法判决，基本上也是一个违宪、违法的判决。所谓的现有人数，如果结合上宪法诉讼法第12条，那要将回避的人数排除在现有人数的计数之外。所以呢，现有人数8名，回避3名，所以现有人数的总额为5名。 在野党批评宪法法庭宣判无具有正当性，民进党团是强调有合乎司法进程的规定。违宪的宣告会变得非常的宽，就今天来讲是比较不想看到的，因为你司法没有民主性。你今天如果宣告违宪，然后立法院重新在宪法诉讼法再修有关人数的限制，我现在的宪法法庭一样可以把你否定掉。 学者讲，依照宪法法治国原则，任何国家机关行使权力，拢必须符合法定组织甲权限，司法权更加袂使例外。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现实困境，解决之道应该依照宪法程序补足大法官的缺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